自開始，腐乳同皮蛋呢兩種老祖宗傳落嚟嘅寶貝，竟然俾人貼上咗各種嚇死人嘅標籤，致癌物、超高亞硝酸鹽、食皮蛋會鉛中毒、冇營養嘅垃圾食物，各種講法傳到似層層咁，講到好似食一啖就會即刻有事咁。講真，腐乳同皮蛋真係咁可怕咩？老祖宗食咗幾百年都冇事，點解嚟到今時今日就變咗毒藥？今日我就要同大家講句公道說話。實話話俾大家知，99%嘅人其實都誤解咗佢哋。首先出場嘅係經常被人誤會係發毛嘢嘅腐乳。好多朋友特別係後生嗰輩，一聽到腐乳兩個字，眉頭就皺埋一堆。第一個反應就係，哎呀，嗰啲唔係爛豆腐嚟嘅咩？發晒毛、長晒毛嘅嘢食得㗎，好唔衛生啫。仲有一啲注重健康嘅朋友覺得呢樣嘢咁鹹，除咗鹽就係亞硝酸鹽，食咗肯定血壓高、致癌、百害而無一利。其實呢種睇法真係太片面，甚至係完全錯嘅。大家知唔知腐乳喺外國可是有個好鬼死洋氣嘅名，叫做東方芝士。鬼佬識貨過我哋，佢哋發現呢樣嘢唔單止口感似足芝士咁軟滑，營養價值甚至喺某啲方面比佢哋引以為傲嘅芝士仲要勁。佢絕對唔係簡單嘅爛豆腐，而係一場微生物界嘅魔法 show。我哋從小到大都知豆腐係好嘢，蛋白質高，又平又正。但係大家有冇發現，有時食太多豆或者豆腐，個肚會脹住，唔係幾舒服。原因好簡單，大豆裏面嘅蛋白質雖然多，但係佢嘅結構好緊密，好似一個個綁得死實實嘅死結咁。我哋人類嘅腸胃要想將佢解開吸收，其實幾吃力下。普通大豆嘅消化吸收率撐死也就係65%左右，即係話你食咗100蚊嘅營養落肚，可能有35蚊係浪費咗，直接排翻出嚟。但係做成腐乳就唔同講法啦。腐乳嘅製作過程其實就係一個預先消化嘅過程。喺發酵嗰陣，嗰啲肉眼睇唔見嘅微生物就好似一群勤力嘅小廚師，揸住把微型鉸剪，將大豆裏面嗰啲又長又硬、難以消化嘅蛋白質鏈，咔嚓咔嚓剪斷晒，變成咗更細分子嘅多肽同氨基酸。呢個過程好比係咩呢？就好似將一大塊難咬嘅牛扒，提前幫你切成容易消化嘅肉碎，甚至煮成肉湯。經過呢一輪神操作，腐乳裏面嘅蛋白質消化吸收率可以直接飆升到90%，甚至96%以上。呢個數據係好驚人㗎。對於嗰啲腸胃功能唔係幾好、消化力弱或者牙力唔夠嘅老人家嚟講，食腐乳補蛋白其實比直接食乾黃豆，甚至比食豆腐要容易消化得多。簡單一嚿腐乳餸粥，營養吸收得快又準。除咗蛋白質好吸收，腐乳仲有一個鮮為人知嘅強項，就係維他命 B 雜。喺發酵嘅過程中，腐乳裏面嘅維他命 B 含量嗰個升幅簡直係坐火箭咁快。如果你屋企有食素嘅老人家，或者你自己平時食肉少，每朝早一細嚿腐乳，咁簡直就係天然嘅營養補充劑，可以預防惡性貧血，對老人家嘅神經系統健康都特別好，預防老人痴呆都可能有幫助。雖然而家還咗腐乳一個清白，但係佢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大家一定要記住，嗰個字就係鹹。為咗防腐，腐乳喺製作過程裏邊確實加咗唔少鹽。一嚿普通大細嘅紅腐乳或者白腐乳，含鹽量可能有成0.5到1克左右。而我哋建議一個成年人一日嘅食鹽總量也就係5到6克。所以食腐乳一定要守規矩，唔可以亂嚟。每日最好唔好超過1嚿。如果今日食咗腐乳，咁你炒菜或者煮餸嗰陣，就要自覺少落羹鹽或者少倒啲豉油、蠔油，將個鹽嘅 quota 補翻數。講完腐乳，我哋再嚟講下另一樣神物皮蛋。呢樣嘢喺外國人眼裏邊簡直係惡魔之卵，外表烏卒卒，蛋白變咗啫喱狀，蛋黃又變色，聞落仲有陣阿摩尼亞嘅怪味。好多鬼佬第一次見到，以為係放咗100年嘅臭蛋，嚇到掉頭走。但係喺我哋中國人，特別係廣東人嘅胃口裏邊，皮蛋瘦肉粥、尖椒皮蛋、涼拌皮蛋、豆腐嗰啲簡直係人間美味，係絕配。大家對皮蛋最大嘅恐懼係咩？我相信10個有9個都會答含鉛。以前總係聽大人講皮蛋唔食得啊，裏面全部都係鉛，食得多會變蠢。細路仔食咗會長唔高，讀書唔入腦。
呢個講法到底啱唔啱呢？我哋要講道理，必須要承認喺好耐以前，傳統嘅皮蛋製作工藝裏邊，師傅為咗令蛋清凝固得好睇，亦都為咗出嗰啲靚嘅鬆花紋，確實會用到一種叫黃丹粉嘅嘢，嗰裏面含有氧化鉛。嗰陣時嘅皮蛋含鉛量確實唔低，食得多真係會鉛中毒，對身體唔好。不過各位街坊，嗰啲都係幾十年前嘅老黃歷啦，而家嘅食品工業早就升級換代啦。早喺10幾年前，國家已經明文規定，大力推廣無鉛工藝。而家正規大廠生產皮蛋，用嘅係硫酸銅、砷鹽呢啲嘢嚟代替氧化鉛。呢啲係人體本身都需要嘅微量元素。根據最新嘅檢測數據，而家市面上絕大多數正規品牌嘅皮蛋鉛含量都嚴格控制喺0.2毫克每千克以下。呢個數字係咩概念？其實同我哋平時食嘅豆腐、魚、蝦甚至蔬菜裏邊天然含有嘅微量鉛含量其實差唔多，亦即係話，只要你唔係去啲無牌小販度買，而係去正規超市買有牌子嘅皮蛋，而家嘅皮蛋基本就係無鉛嘅，根本唔使擔心食咗會變蠢或者中毒。有人會問，既然冇鉛，點解皮蛋表面會有黑色少少？嗰啲唔係重金屬沉積咩？其實大家諗多咗。嗰啲黑色點點大多係硫化銅或者氨基酸嘅結晶，係隻蛋裏面嘅蛋白質分解後產生嘅硫元素同醃製料裏面嘅金屬離子結合嘅產物。呢啲嘢食落肚就排翻出嚟，同重金屬中毒冇乜啦，完全可以放心食。講完安全問題，講下好處。喺中醫角度睇，皮蛋可不僅僅係碟餸，佢係有一定食療功效嘅藥膳。大家有冇留意到夏天熱辣辣、心煩氣躁，或者打完邊爐、食完燒烤，感覺喉嚨乾痛、牙肉腫痛嗰陣，阿媽都會煲皮蛋瘦肉粥，或者叫你食半隻皮蛋。食完之後真係感覺舒服好多，順氣好多。呢個就係皮蛋嘅清熱去火功效。皮蛋通常係用鴨蛋做嘅，鴨蛋本身就偏涼性，經過醃製變成皮蛋之後，呢種去火滋陰嘅特性完整咁保留咗落嚟，甚至加強咗。經常要應酬飲酒嘅朋友，男士們仲可以記低呢個知識點，皮蛋其實係好好嘅解酒菜。點解呢？2個原因，酒係酸性嘅，而皮蛋係鹼性嘅。飲酒前或者飲酒嗰陣食點皮蛋，可以幫手稍微中和一下胃裏邊嘅酸性環境。皮蛋含有豐富嘅膠質同蛋白質分解物。食落肚，佢可以喺你嘅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層薄薄嘅保護膜，減少酒精對胃壁嘅直接刺激。同時有研究話，佢仲可以加速酒精嘅代謝，減輕第二朝早嘅頭痛、胃唔舒服。所以下次同朋友劈酒嗰陣，咪淨係叫花生米、叫碟、尖椒皮蛋或者皮蛋豆腐，嗰個真係保護緊你個胃，等你冇咁易醉，第2日冇咁辛苦。雖然皮蛋洗脫咗鉛中毒嘅冤屈，又可以下火，但都唔係話邊個都可以隨便當飯食。有幾點大家一定要記住，如果唔係食咗反而唔舒服，體質虛寒嘅人要少食。皮蛋性涼，如果你平時就驚凍、手腳冰涼或者脾胃特別虛寒，食少少涼嘢、飲啖凍水就容易肚流嘅人，咁就盡量少食。女性經期要忍口，同樣因為佢性涼。各位女士嚟 M 嗰幾日最好忍一忍，免得加重痛經或者令身體更寒。小朋友同孕婦要謹慎。雖然而家嘅皮蛋係冇鉛工藝，但始終都係含有微量嘅金屬元素。小朋友嘅消化系統同神經系統未發育完全，對重金屬嘅吸收率比大人高好多。孕婦就更加要小心飲食。消化功能特別差嘅人，皮蛋係鹼性嘅，如果你係嗰種胃酸分泌過少嘅人，食得太多可能會中和僅有嘅胃酸，影響消化，覺得胃脹脹咁。講咗咁多，其實飲食之道嘅精髓就喺中庸2個字。再好嘅嘢，例如人參燕窩，食得多都會上火流鼻血，變咗毒藥。被認為唔好嘅嘢，只要運用得當，適量食用，都可以變成美味嘅良藥。所以唔好再盲目相信嗰啲嚇死人嘅謠言啦。只要身體狀況允許，唔好過量，想食就食。聽朝早不妨放心咁俾屋企嘅白粥配上一嚿腐乳，或者切隻皮蛋搬豆腐，一家人坐埋一齊，享受呢種簡單而踏實嘅美味，心情好啲，本身就係一種健康。食得開心，食得明白，先至係最緊要。
記住啦，唔好再冤枉呢兩位國民美食啦。